概在研究所的时候，可能听水晶唱片啊，然后比如陈明章啊、赵一豪、伍佰他们都会到很多学校办音乐会，然后就认识水晶唱片的老板，然后突然间莫名其妙就写了2个歌，然后就给老板听，老板说好来出唱片，啊就出了。我嘛不知道讲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一路混到现在了。这嘛是契，这嘛不是契机，这不是什么蛙歌，是什么样的蛙歌让你踏入唱片圈？大概是这样。就是讲今嘛当然这个教育的关系，还是说怎么样哦？当然不会点讲像这个，比如你好像南面儿歌来比赛，搞不好一半人不要讲台语。那我们录的时候就从头到尾都在正音哈，音念错的哈，感情、心情、心情，我都搞错了。心情变成是心情，变成是很新的螃蟹，心情，哇塞，都快昏倒了。应该是心情变螃蟹，所以今嘛当然教育的关系或怎么样，但是这个当然台语也好，还是客家话，还是原住民的话，拢是咱台湾文化真重要的一部分嘛。所以咱该拍拼去推广，互一寡少年家，可能不一定要真好讲台语，但是有愿意来写吼，咱家欧上欧巴上吼，这老神拜吼，赶快想办法把我们会的东西赶快传授给他们，那希望这个传承也能够继续下去。啊，所以这少年家虽然台语可能讲得不好，但是我嘛有人时会拄到一寡少年家其实台语嘛真好讲吼。啊，特别伫中南部的所在吼，所以这人自成一格啦。就是讲变啊，含全世界应该比拼吼，用这个局部的吼，原住民的话、客家话还是台语吼，这款的物件。会当开伫全世界，啊加上一寡咱伫全世界听的摇滚啊、电音啊，有诶无诶，加入来变做一个全世界大熔炉啊，使用一咱 local 的语言吼，免去拼什么华语、什么蛙歌咧，我是歌手变啊，咱家己舞就好啊吼。所以这个是从局部的角度去看你 ，get more local 吼 ，you will be more global, some kind like this。你讲迄个新台语歌跟国语歌声无同哦，新台语歌跟西洋歌有什么不一样？新台语歌跟老台语歌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观点是对教育啦，譬如讲人会讲叶启田啦、洪一峰啦、一寡较老牌台语歌是老台语歌，然后是比较新的，比如林强、陈明章什么的。因为听起来就真无同嘛，啊，就是咱这代人可能受较侪西洋音乐的影响啊，所以有夹斗阵安尼啦。伫1990迄阵，林强甲588，甲阮这人咧做的廖公歌，陈阿明将遮做的歌，就是讲相当的世界性啊。讲啊好听是，讲啊歹听就是讲，啊，就抄西洋歌啊，个听台语就变做新台语歌吼。啊，所以即摆回头去看，其实嘛无啥物意思，就讲台写台语啊，嘛无一定去分啥物新啊旧啊，是讲，就是讲，你自然而然伫这什么所在大汉，啊，你受到啥物影响？吼，啊，你爱听。Bob Dylan， 你爱听 Bruce Springsteen， 你爱听 U2， 你爱听有诶无啊，你就会受影响嘛。啊，所以未来吼更较新呢，新台语歌已经过去啊，已经死偌久去啊。1990、92、93、94、95迄站嘛，即摆已经2016啊，对不对？2016吼，看迄个时阵的新台语歌已经差20几档了嘛。所以未来是啥？是新台语歌，愈较新的台语歌啦。所以是。再一波的这个运动啊，如果真侪人要投入自然而然啊，媒体啦、评论者啦、市政府啦、县政府啦、总统府啦、立法院啦，拢会重视嘛。所以新一波的吼，像高雄市政府咧杀个这个，或者互较侪人来投入嘛。啊，所以就是对咱家己真宝贵的这个母语吼，这个 mother language 搁较保守，啊，袂晓重新搁开始学起，拢袂要紧啊，所以。后摆应该不一定会去分讲什么新台语歌的声，但是如果有一波人拢一直咧做，亲像咱林强588一直咧做的新评论家就讲啊，这是新台语歌。未来啊，准讲量个真济，啊，可能就只会咧写音乐评论的，就讲啊，这是种新台语歌的 wave， 新台语歌浪潮啊，无一定啦，嘛有可能啦，大家较拍拼咧吼。